开的收出养案件其实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收出养的是向来评估、向来媒合。头拄仔讲，即马是用 NGO 盖到地方政府去，我感觉是对的，因为安尼在为球员兼裁判嘛，就是讲我来监督，我来评估是政府，但是我来提供服务。就出庭的时阵，拢系3人共500。是。那是访视的时阵，但是一开始去评估要开案的时阵，伊需要说出养的时阵，这应该是政府来做，我感觉是就对的，因为政府才有公权力去看，因那有需要无嘛？无 NGO 来讲，伊在提供服务，然后搁要来监督，其实球员兼裁判嘛，所以真困难。啊，你基本上，你政府的人手还有够啊。是第一个是讲，这机制要调整到政府是无唔对。第一是政府的人爱搞，搁有3方访视的社工爱有搞。同时开案件虽然是收出养，但是发生伫保姆内底，迄是居家托育的部分，其实唔是伫收出养的安置哦。大家厘清哦，这个几复杂啊。是啊，居家托育这件代志其实有很多需要处理的，比如讲安置的囡仔可能较歹带，因为伊较无安全感，可能处理出来的环境较无遮好，所以现在安内保姆该24小时。带这个囡仔，其实安内保姆特别难寻找，所以如何能够让安内保姆会使较有专业的，较知影安怎来照顾这样的较特别的囡仔，其实是需要训练的，嘛需要较侪资源给伊，安尼才对。阮之前阮有一个访视员，足少年的，大学拄毕业尔吼。啊，因为阮平常时阮拢教伊嘛，有一天伊去尼姆因兜，啊看到囡仔啊是安怎啊拄啊哭过，吼啊拄啊哭过，伊就去看，那会手整整。伊就甲问讲啊，那手整整，啊，尼姆就讲，拄仔可能弄着啦，吼，啊，伊在因兜弄着的，啊，我这个访视员就讲吼，啊，无要紧，我转去打电话互因爸母，问看伊在因厝安怎弄着，啊，无论是在厝里啊，在保姆家，啊，弄着阮拢爱处理，吼，啊，结果保姆就讲是我拄仔拍的。啊，就坦诚我拍。嘿，所以阮的工作其实很多部分是要去核对双方的说法的。我们是给他听一般的说法。今天要有助理访视员这个工作，很重要的部分是他有没有办法看出哪里有问题。好，我常常跟我的同仁说，其实你们要会哔哔哔，就是看到有问题，不是警察的哔哔哔，而是回来心里哔哔哔说，这个我要再跟我的主管讨论一下。好，那我感觉啦，有看到无处理，甲看到无感觉，这是无共款的。啊，甲无看到，这3项是无共款的。哦，这无看到哦 ，OK。无看到，伊是完全无看到，嘛伊看到，敢若穿过水无痕，那无感觉，也无哔哔哔哔啦。啊，有看到无感觉，伊看到哪看到咧？对啊，啊，我看到反正无我的代志，好。啊，甲看到无处理，这是无共款的啊。好，咱。今仔日迄噩梦的社工被起诉，伊的问题是看到无处理嘛？好啊，其实真重要的是，访视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看到有感觉，啊看到有处理，这才是重要的啊。